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67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73天。根據烏克蘭方面的報道前線總共發生了160次戰鬥，其中50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交火不斷增加。俄軍加強滲透米爾諾赫拉德的嘗試，此前被俄軍切斷的多布羅皮利亞至康斯坦丁尼夫卡公路目前已確認由烏克蘭的空降突擊部隊和國民警衛隊重新控制這個道路的控制權又落到了烏軍的手裡。道路上現在停滿了被燒毀的車輛，這條公路是關鍵的物流路線，目前仍然存在比較高的風險。從17號、18號的地圖對比來看，俄軍在波克羅夫斯克似乎已經停滯不前，現在集中兵力去北翼的多布羅皮利亞，烏軍外圍的牽制策略似乎已經見效。多布羅皮利亞的紅區和灰色地帶擴大，說明俄軍的大量兵力轉移到這邊，即俄軍已經把在波克羅夫斯克攻城的主力調往了側翼，保護自己的側翼那麼對烏軍來說，波克羅夫斯克的壓力就隨之減輕，俄軍暫時沒有大規模突破防線的可能。無論是在波克羅夫斯克還是其他地區，烏軍第11軍證實西夫爾斯克南郊發生了激烈的交戰，該市是利曼方向的重要防禦樞紐。俄軍曾試圖進入城南區域，但據報已被攔截並被殲滅。情報顯示俄方正調配裝甲部隊，準備新一輪進攻，目前正在清理道路，並對後勤路線進行偵查，為大規模攻勢做準備。在11月19號烏軍襲擊了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叫薩基區，現場發生10餘次巨大的爆炸，這個叫赫瓦爾迪斯克機場和附近的油庫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克里米亞發布了風暴巡航導彈警報，克里米亞大橋、公路和鐵路交通均關閉。烏軍19日發布消息，自 F-16 戰機投入使用1年多時間，已攔截並擊落超過1300個俄羅斯空中目標，同時摧毀超過300個地面目標。也就是說，烏克蘭的空軍現在已經熟練掌握 F-16 了，用 F-16 在戰場上已經建立了汗馬功勞說包括數百件俄羅斯裝備、指揮所、無人機控制中心、彈藥庫和後勤設施。這個在烏軍打擊克里米亞的俄軍目標的時候烏軍使用了這個海王星 Plus 版，結果俄羅斯防空系統試圖攔截烏克蘭的這個海王星導彈的時候再一次慌亂中誤擊了俄方的蘇35戰鬥機又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毫不留情的發射了 S-400防空導彈，擊落了俄軍自己的蘇35戰鬥機。這個蘇35戰鬥機價值8-9千萬美元這小1個億美元這個讓普京也肉疼這個已經不是俄軍第一次擊落自己的戰鬥機了，讓人感覺這個俄軍的防空系統S-400什麼鎧甲恐怕就是個笑話，關鍵是把自己的蘇35給揍下來了，也沒能幸免就是避免烏軍的轟炸。烏軍還是擊中了燃料庫、飛機場。我看有國外很多網友這個拍的視頻在這個俄烏戰場上，在波克羅夫斯克，烏軍居然這個使用了中國產的紅鷹6單兵防空導彈。烏克蘭軍方今天宣稱，在一次大規模襲擊中成功使用中國制造的紅鷹6便攜式防空系統，攔截了一枚俄羅斯口徑巡航導彈。烏克蘭第143聯合訓練中心叫波多利亞發布聲明，該部隊在西部某居民區附近利用這個 FN-6 便攜式防空系統擊落了俄羅斯的這枚低空飛行的口徑巡航導彈。聲明指出，導彈處於低空飛行狀態，操作人員僅有數秒反應時間，迅速完成識別、瞄準與發射，最終導彈在空中被成功摧毀。該單位還公布了發射過程的影像資料以及攔截後收集到的殘骸照片。這個紅鷹6是大國自主研發的一款紅外制導肩射式防空導彈系統，具有迎頭與尾追攻擊能力。這個烏軍用大國的紅鷹6肩扛式導彈擊落了俄爹的這個口徑巡航導彈，你說這叫怎麼回事？當然了，這個大國肯定向外出口了不少這種防空導彈，便攜式嘛，一個人扛着就可以用，那很有可能就通過某些國家的就是七撞八撞的撞到了烏克蘭
蘭手上。這個很有意思啊，這個關鍵看是個例還是普遍的，也就是說烏軍是不是用这個 FN-6紅鷹這個防空導彈，如果是批量使用是吧，普遍使用，還是說這只是什麼幾個或者一批，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啊。也就是這個現象很有意思啊，戰打到這個時候，對吧？某些國家的武器啊也該流到這個俄烏戰場上，為什麼呢？因為俄烏戰場上缺武器，然後他們就高價在外面買，這不一定是從大國買的啊，他很有可能從非洲啊，對吧？這個大家知道敘利亞嗎？以前肯定給巴沙爾没少賣吧，那巴沙爾跑了，那現在這個武器落到這個朱拉尼手上，那朱拉尼很有可能把它，對吧？他缺錢呢，他把它賣給烏克蘭没毛病啊，或者非洲，对吧？哪些國家人家這玩意兒能賣高價呀？就是當年啊，你這個一個是5萬美金買的，現在你能賣10萬美金呢，就是你用了這麼多年，完了之後它升值了，你說非洲那些國家它能不賣嗎？賣完之後他再找大國，对吧？6萬美金再買個新的，所以說這個戰打了4年啊，大國的武器流到戰場上恐怕會越來越多，這個大國的態度比較微妙啊。當然了，你說我一個武器都不賣，給誰都不賣，那你就沒辦法流到烏克蘭戰場，只要你賣，一定會流到烏克蘭戰場。不光有武器啊，在烏軍守衛波克羅夫斯克的時候啊，我看有視頻顯示啊，咱們的長城皮卡還立了汗馬功勞。當俄軍啊用他的骡子、驢、摩托車瘋狂進攻的時候，烏軍駕駛的可是長城皮卡，這個怎麼解釋呢？關鍵烏克蘭也挺損的啊，他用這個大國的紅鷹6肩扛式導彈啊，擊落這個俄羅斯的口徑巡航導彈，他全程還有錄像，發射到擊落啊，到最後那個殘骸掉下來，有圖有真相，對吧？想賴的不好賴啊，也不知道俄爹會不會到時候要索賠啊，對吧？找黃俄索賠他這個口徑巡航導彈。這個11月19號到20號夜間，烏克蘭的第一獨立無人機作戰中心的行動人員與國防部情報總局協調，對俄羅斯最大的設施之一梁贊煉油廠實施了遠程打擊。這家煉油廠隸屬於俄羅斯石油公司，年加工量1700萬噸，生產柴油和航空煤油等主要產品。襲擊引發了2次加工裝置區域的爆炸和火災，損失程度仍在評估中。這座煉油廠是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支撐其軍事行動。此次襲擊發生在距離烏克蘭邊境470多公里處，是削弱俄羅斯持續侵略能力的行動一部分。關鍵是什麼呢？關鍵是這是梁贊煉油廠2025年年初以來啊，遭受了第8次打擊。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梁贊那個州的州長啊證實，襲擊後某家工廠發生火災，但未具體說明是哪家，實際上就是這個煉油廠，也就是烏克蘭人啊不把它炸廢了是絕不罷休啊。這個是俄羅斯啊最大的煉油廠之一。俄羅斯方面啊消息稱，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了庫爾斯克州多處變電站，導致約1.6萬人斷電。州長辛施泰因表示，邊境附近的格盧什科沃、雷利斯基和科列涅夫斯基地區均出現停電啊。俄羅斯現在冬天很冷啊，這個時候停電，日子不好過啊。俄羅斯比爾摩邊疆區科東站與沙馬里站之間的鐵路路段發生嚴重火災，運載燃氣的罐車正在燃燒，應急部門已抵達現場開展救援。據說啊，現場發生了大爆炸，共有9個油罐被炸毀。這個10月8、9啊，又是敵後武工隊的傑作啊！已經11月21號了啊，俄軍仍然沒能拿下波克羅夫斯克，又讓很多俄粉呢失望的一天呢。我們再看看外交啊，今天關於外交啊，最大的新聞就是特朗普啊又要逼烏克蘭投降。所謂的啊，特朗普關於烏克蘭的新和平計劃，昨天咱們節目也說了啊，這個特朗普還派2個將軍，一個陸軍部長，一個什麼將軍啊，2個人到基輔啊，要跟澤連斯基談，然後同時啊，派他的特使啊，維特科夫跑到土耳其去了，因為這個澤連斯基在土耳其訪問嘛。但是根據媒體報道啊，這都是媒體報道啊，那既然媒體的消息都滿天飛了，澤連斯基能不知道嗎？所以澤連斯基也可能啊知道了這個特朗普的所謂的28條和平計劃，這個完全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結果這個維特科夫還沒開口啊，澤連斯
倫斯基就一口拒絕美方28點和平框架，不僅一口拒絕啊，就是你那玩意兒別拿着給我看。澤倫斯基還甩出了自己的一份和平計劃。按照媒體的說法啊，天空新聞報道啊，說澤倫斯基拿出了一份俄羅斯永遠都不會接受的計劃。關於澤倫斯基的和平計劃，咱就不說了，对吧？咱們聊一聊網傳的啊，媒體說的這個特朗普的28條和平框架。據英國時報報道啊，烏克蘭官員表示，該文件重複了克里姆林宮最高要求，其目前的形式是不可接受的。有很多媒体啊，包括英国的金融时報、新华社、半岛電視台等等啊，這都報道了這個所謂美國提出的28點烏克蘭和平計劃。這28點和平計劃這個核心啊，實際上有5點。第一個就是烏克蘭要割讓頓巴斯剩餘部分，也就是烏軍啊從波克羅夫斯克要撤出，把頓巴斯完整的讓給俄羅斯。第二個是美國及其他國家將承認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為俄羅斯合法領土，但不要求烏克蘭正式承認，就是你烏克蘭一个人可以在那兒不承認，世界其他國家都承認啊，烏東4個州啊，就是這個克里米亞還有這個俄羅斯控制的這些地方，那都是俄羅斯領土。第三個啊，禁止在烏克蘭境內部署任何國外軍隊，也就是什麼志願者聯盟啊，什麼北約的維和部隊啊，統統的啊，別想在烏克蘭待着。第四個，烏克蘭不能擁有這個能夠打擊俄羅斯縱深地區的這個遠程導彈，也就是烏克蘭啊，你的導彈最遠只能打300公里，並且對烏軍的武器種類規模設限。還有啊，烏克蘭要裁軍60%，只留下40%的軍隊。第五個是俄語將被承認為烏克蘭官方語言之一，並賦予俄羅斯東正教烏克蘭分支官方地位。首先聲明一下啊，就是所謂的這個美國提出的28點烏克蘭和平計劃，美國官方啊，美國政府特朗普本人反正都沒有正式承認，都是媒體啊引用什麼知情人員或者外交消息人士說法。關於這個和平計劃28條，可以說這是美國在完全排除了烏克蘭和歐洲參與的情況下，對吧？跟普京啊勾兌出來的，實際上就是那個特朗普的這個特使維特科夫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特使叫德米特里，他兩人在捏咕出來的一份啊。我昨天就已經說了，特朗普提出的方案那肯定是烏克蘭投降的方案，不用說了，這個是克里姆林宮極端幻想的一個結果，也就是做夢。我們看看美國人怎麼說的啊，這美國媒體啊報道啊，說連美國國會最堅定的基輔支持者們也對烏問題解決計劃一無所知。美國國會山報報道，國會的主要烏克蘭支持者似乎對此一無所知，一些議員不得，也就是說很多議員是通過媒體報道才了解這項28點的解決方案具體內容。國會山報寫道啊，在不知情者中包括美國參議員格雷厄姆。這個格雷厄姆這不就是一直主張對俄羅斯實施2級制裁的那個嗎？他一直是支持烏克蘭的堅定擁護者。該媒體援引格雷厄姆的話說啊，我不知道這個28點計劃是什麼。記者叫克里斯托弗·米勒證實啊，他說這份文件是通過維特科夫和就是普京的這個特使啊德米特里耶夫遞交給基輔的。據他透露，澤倫斯基對這份提議並不滿意。白宮新和平計劃結果與克里姆林宮臭名昭著的伊斯坦布爾備忘錄類似，這實際上相當於投降。路透社報道啊，歐洲國家反對特朗普關於烏克蘭的新和平計劃。歐洲國家外交部長們明確表示，他們反對烏克蘭的懲罰性讓步要求，並聲明任何協議都不應剝奪烏克蘭自我防衛的能力。法國外交部長巴羅表示，和平不能是投降。波蘭外交部長希克爾斯基表示，烏克蘭不應受到其防禦能力的限制。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卡拉斯表示，任何協議都應包括歐洲人和烏克蘭人本身的支持。他還指出，特朗普的計劃不包括俄羅斯方面的任何讓步。卡拉斯還說啊，烏克蘭和歐洲各國必須參與制定任何結束俄烏戰爭的計劃。他暗示了美國最新的和平提議，並強調歐洲始終支持公正持久的和平。任何計劃如果沒有烏克蘭和歐洲人參與，都無法奏效。這個說的沒錯啊，因為當事方是烏克蘭啊，對吧？出錢援助的那是歐洲啊。你特朗普管天管地，還能管得着歐洲嗎？管得着烏克蘭嗎？一份沒有烏克蘭參與的計劃，一份沒有歐洲參與的計劃，甚至連美國國會都不知道的一個
個計劃，到底是不是特朗普拋出來的？這也是媒體傳言。就我在想這個絕非空穴來風，這個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風格，對吧？他現在不承認是為了看看外界反應，对吧？他先拋一個計劃，讓各方，尤其是就是支持烏克蘭的一方感到絕望，然後他再做點讓步嘛，然後再捏骨，对吧？普京這邊跟烏克蘭談判，這就是特朗普自鳴得意的，對吧？交易嘛，他是偉大的交易員，是吧？交易策略，对吧？他先放風，他也沒說這是他弄的，他先放風28條，你看看這個28條，那這個28條根本不需要你特朗普美國參與啊，這個澤連斯基去莫斯科一跪下就完了，那條件比這還好呢，何必要美國這個中間商呢？何必讓特朗普，對吧？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虛名呢？為特朗普做嫁衣是嗎？特朗普應該是放風，先試探一下各方反應，完了之後他再調整一下。有媒體傳言這個比如說把這個扎波罗熱和赫爾松的部分領土還給烏克蘭，然後佔領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全境，但是呢，俄羅斯給烏克蘭支付這個租金，就像某些國家，对吧？把自己土地租給人家99年，就這意思就變相的，好像搞的不是武力似的，对吧？不是武力改变的，是你烏克蘭租給我的，我給你租金100年的多少錢？這個就變通一下嘛，也符合特朗普的一些風格的吧？你把這事留到100年以後再解決唄。這樣的話，烏克蘭人接受起來就容易多了。那歷史上各國割让領土的多的是，完了之後又是再收回來。你看這個特朗普也是可能，但是我覺得歐洲不答應，烏克蘭也不答應。你特朗普，你美國可以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但是歐洲能承認嗎？你能讓大國承認嗎？就是你承認是你的事情，对吧？這誰也干涉不了你，但是你憑啥還讓別人承認呢？然後制裁也是你美國解除制裁就解除制裁，你歐盟的20個制裁，人家憑什麼替你的解除那照樣制裁。所以說沒有歐盟支持，你和談个啥呢？如果沒有歐盟解除制裁，普京那邊又不打仗了，對吧？停火，然後他經濟又發展不了，那基本上就完蛋了。美國又幫不了俄羅斯，對吧？他跟俄羅斯這沒有貿易俄羅斯賣石油能往美國賣嗎？美國自己還想賣給俄羅斯石油呢，對吧？要不賣點煤礦給美國，美國也不要賣點木材給美國，美國木材更多。賣糧食，對吧？俄羅斯糧食多，那美國糧食更多，美國自己糧食都賣不掉，他倆國家有什麼互補的？所以說沒有歐盟，沒有烏克蘭的同意，你自己在那兒閉門造車，對吧？捏出來的這個什麼和平計劃有什麼用呢？這個澤連斯基估計考慮都不考慮澤連斯基，對吧？現在在土耳其訪問，我昨天節目就說了這澤連斯基肯定早就得到風聲了，所以他就已經在歐洲開始到處活動了，先到法國，對吧？簽了一個大單子，瑞典又是希臘，現在又去土耳其，所到之處都受到人家熱烈歡迎，這個而且一再表示堅持到底，對吧？支持烏克蘭到底打多久就支持多久。法國總統馬克龍不表態了嗎？對吧？還有什麼瑞典的、西班牙的，對吧？西班牙還要求這個懲治戰爭犯呢。今天這個土耳其總統更狠了這個澤連斯基在安卡拉會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並提出了一項真正的停火方案。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再次強調，土耳其無條件尊重烏克蘭領土完整，他加了個無條件，然後強調土耳其人民與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克里米亞韃靼半島上的人民有着特殊的聯繫，而克里米亞韃靼半島如今再次遭受俄羅斯的壓迫這可是埃爾多安說的。澤連斯基說我們寄希望於土耳其外交力量及其在莫斯科的清晰立場。而埃爾多安再次重申烏克蘭是土耳其的戰略夥伴，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一部分，和其他被佔領領土一樣。我在想澤連斯基跑到土耳其訪問，帶來一份，對吧？烏克蘭自己這個和平計劃，某種程度上又想恢復到這4年前剛開戰的時候，不是土耳其從中斡旋嗎？俄烏雙方在安卡拉、在伊斯坦布爾和談，那個時候，對吧？拜登並不插手那現在澤連斯基恐怕有這個意思，就是撇開美國撇開不是美國，撇開特朗普在裡面礙手礙腳的，他要拋開特朗普，想通過土耳其，對吧？直接跟俄羅斯談，因為這個時候談和4年前不一樣了4年前烏克蘭是一個弱小，是挨揍的這麼一個狀態。現在呢，對吧？方方面面你也不能說烏克蘭是挨揍烏克蘭也在揍俄羅斯雙方已經可以在談判桌上和平，就是說平等，大家能理解吧？对吧？4年以後烏克蘭各方面已經壯大強壯起來，他完全有這個能力有資格在談判桌上跟俄羅斯平起平坐，不服接着幹，就這麼簡單。如果願意談就接着談，那這裡面就恐怕就有，對吧？要撇開特朗普，別不讓特朗普在裡面攪
乎啊。那我們再看看德國什麼態度啊？德國的態度很重要，是吧？你看看澤連斯基去了法國、西班牙，對吧？這些國家，按理來說他應該去德國，這麼重大的事情，但是德國不用去了啊？為什麼呢？德國以實際行動支持烏克蘭，对吧？不用費那麼多話呀，說1000道1萬，不如給他導彈。德國宣布最快數周內或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導彈。11月19號，德國總理默茨強調，德國正全力為烏克蘭軍隊配備所需射程的武器系統，並承諾如果有需要，這一進程將在未來數周乃至數月內持續推進，直至烏克蘭具備在本土生產此類武器系統的能力。大家看視頻啊。Herr Bundeskanzler, als Oppositionsführer haben Sie mehrfach gefordert, Deutschland solle Taurus an die Ukraine liefern. Taurus ist ein schwedisch-deutsches Projekt. Bisher haben Sie es jedoch nicht getan. Wir sind in den letzten Monaten intensiv dabei, mit der ukrainischen Regierung auch Projekte umzusetzen für Long-Range Fire, wie wir es technisch sagen. Die ukrainische Armee wird ausgerüstet mit solchen Waffensystemen. Wir haben verabredet, dass wir über Details nicht mehr öffentlich reden, sondern weil wir auch der Meinung sind, dass es eine gewisse Unklarheit auch gegenüber der russischen Seite geben muss, inwieweit wir hier auch militärische Unterstützung leisten. Ich kann nur so viel sagen, wir tun alles, was wir tun können, um die ukrainische Armee auch mit Waffensystemen auszurüsten, die eine entsprechende Reichweite haben. Und das wird auch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und Monaten, sofern es notwendig sein wird, mehr werden. 这还有什麼好說的呢？這個我認為啊，德國不一定給烏克蘭金牛座導彈。但是莫爾茨他承諾了，就是他要讓烏克蘭擁有這樣的能力，並且你還能自己生產。這話已經到這份上了，不用說太多了。就是你烏克蘭不就是想打擊俄羅斯縱深嗎？你不就需要這樣的武器嗎？對吧？給不給金牛座不一定，我讓你幾周或者幾個月之內，你就能自己在烏克蘭生產這個武器，有這種功能的武器，對吧？能打擊縱深，這個不就相當於把金牛座提供給烏克蘭了嗎？對吧？這就是幫助烏克蘭山寨金牛座啊，就說這麼簡單一點，或者是啊，德國再提供其他的導彈，你特朗普不提供戰斧導彈，人家德國提供，換個方式嘛。所以你看啊，就是特朗普美國留下的空缺，德國補上。這還沒完啊，這個波蘭啊也在供火澆油啊。波蘭宣布關閉俄羅斯在波蘭最後一家領事館，那俄羅斯在波蘭恐怕就剩一個大使館了啊。實際上這表明啊，波蘭跟俄羅斯的外交關係急劇惡化，因為俄羅斯不派特工嘛，把波蘭的一節鐵路給炸了。波蘭外長希克爾斯基在歐盟外長會議開始前對記者說啊，他說波蘭啊年底前從外交部預算中撥出1億美元用於援助烏克蘭，在該計劃下我們採購美國武器，就是波蘭已經到這份上了啊。外交部長說我們從外交部的經費裡面省出1個億美金給烏克蘭，你說說。所以說你看看啊，歐洲對吧，會逐步的啊取代這個美國的這個地位啊，就是在援助烏克蘭這一塊。這個特朗普啊確實在逼烏克蘭投降，為什麼呢？因為有很長時間咱們都沒有看到這個特朗普的這個烏克蘭問題特使凱洛格，因為這個凱洛格啊還是比較強硬的，挺烏，結果現在對吧被特朗普雪藏。瑞典外交大臣指出啊，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歐盟從俄進口額已超出對烏援助1240億歐元，歐洲向烏克蘭提供1870億歐元的援助，同期卻進口了價值3110億歐元的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等商品。他稱這一現象令人恥辱，並強調除非歐洲通過凍結俄羅斯資產等措施加強對烏支持與對俄施壓，否則不可能開展嚴肅的和平談判，對吧？這個瑞典的外交大臣都覺得不好意思啊，這歐盟啊一邊援助烏克蘭，一邊跟俄羅斯貿易，不知羞恥啊，所以這個時候趕緊要斷了。這個《華爾街日報》他說啊，他說普京認為結束戰爭會帶來失去權力的風險。美國情報部門稱啊，克里姆林宮無法向俄羅斯人解釋戰爭造成巨大損失和代價，因此試圖盡可能延長戰爭。對普京而言，任何談判都充滿風險。經濟學家安德斯·奧斯倫德認為，俄羅斯不再追求勝利，曠日持久的戰爭對他有利。如果戰爭結束，200萬退伍軍人將返回家園，其中包括那些為了換取自由而被真
人造入伍的戰俘，他們都會問同一個問題：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克里姆林宮對此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歷史學家馬克·加萊奧蒂指出，普京正處於恐懼和不確定性的夾縫中，而特朗普和平提議更是給他帶來了更大的壓力。普京無視了眾所周知的道理：如果打不贏，就不要發動戰爭。克里姆林宮可以通過佔領烏克蘭某個地區來宣布勝利，但這遠遠不夠。所謂特殊軍事行動的目標去納粹化、非軍事化以及烏克蘭退出北約根本無法實現。克里姆林宮對此心知肚明，也就是這都是禿子頭上虱子明擺着的。所以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特朗普那是兩頭都得罪了啊，既得罪了歐洲、烏克蘭，實際上也沒能討得普京的歡心呢。普京要的是全面勝利，否則他怎麼向俄羅斯人交代呢？如果歐盟不配合，那即使停火了，对普京来說呢，恐怕是災難真正的開始。國內經濟對吧，怎麼復甦啊？指望着跟兩個印度做生意是嗎？對吧？兩個印度發點戰爭財，佔點小便宜可以。俄羅斯又不甘心對吧？做印度的附屬國，出口這個初級產品对吧？原料、礦石、木材，這個他是不願意的。俄羅斯這國際大哥的地位打掉了，完了之後給兒子打工，這個俄羅斯人能吃得消嗎？能接受嗎？所以停火對俄羅斯民族來說，對俄羅斯這個國家來說那當然是好事老百姓免遭遇難。但是对普京來說，那是災難的開始。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